来看今年第21号的风台狂雷挖进台湾，气象署预估可能会发展加做上强的中度风台，嘛无排除登陆台湾。上近拜二的下晡到暗时，就发布海上风台警报；拜三日时会发布陆上的风台警报；拜四到拜五风台影响上大，全台湾拢会大风大雨。 狂雷风台即马伫咧恒春东南东方的海面，以1点钟13公里的速度向西边的方向线震动，甲前一天比，路线一个向西边修正，更较挖近台湾，有直接登陆的可能性。自拜三开始，各地风景开始明显增加，北北基甲花东受到外围环流的影响，会开始有落大雨。伫咧风台挖近，甚至有可能会登陆，拜四到拜五影响上大。 台风在逐渐通过我们的时候，如果它是比较靠近在东半部的这个区域的话，首先会出现豪大雨的区域，就是刚刚提到会有豪雨等级以上的东半部以及北部的地区、北部的山区哦。中南部地区可能在台风通过之后，也会有一些比较明显的降雨发生。 那依照这个路线，气象署上近伫8日下昼到暗时会发布海上风台警报。 因若所在内陆上风台警报范围，又爱看风台上升的路线。分析师讲，风台路线继续向西边修正的关键，就是北边的太平洋高压势力比预期还更加强。所以太平洋高压的强弱将会是影响路线的关键。严过狂雷挖近台湾的时阵，北方半径估计已经伫咧250公里左右。那真正登陆范围会包括规个台湾。 北方的西风槽、台风本身以及太平洋高压怎么去互动哦？这个势力相对来说是比夏天的台风复杂很多，这也导致说康瑞台风它的预测路径是一变再变。民间的气象公司有测，风台未来无排除也会向西边修正，或者是向南边调整。有部路线依然有变化的空间，对台湾各地影响程度也因为路线也搁伫咧变化，所以即马也搁无法度完全明确。气象署资料显示。 若是狂雷风台登陆台湾，将会是让57年了。如果风台伫11月登陆，进前伫1967年的强烈风台吉达，伫迄年的11月18日由花莲到成功之间登陆。记录显示，迄当阵花莲地区灾情正惨重，有人员伤亡。记者综合报道。